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4年8月23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4篇15节到20节，约书亚記22章第10節到20節，羅馬書13章11節到14節。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困醒。社會上流行一句話：假困的人叫袂醒。伊最近台灣的政壇頂懸，每一個家己甲認為足安尼高尚的政黨，去互人挖出做假消一大堆，甚至黨員來募集才會成行，結果留落去家己的厝的落地為着家己咧買厝。當事人閣一副安尼，甲我無關，理所當然這種的態度，真是符合這句話的形容啦吼。最近咱也經常咧講到這個應該着愛警醒警戒，也提到講着愛預防這個法利賽派甲希律的毒駕。這就是咧提醒基督徒着愛醒咧，千萬毋通困去無警醒。透過敬拜上帝、學習上帝、聽嘆上帝的誡命，就會互人警醒。約書亞記22章第10節到20節，記載着約書亞時代某一寡以色列人來起彈的代志。路邊人、迦得人以及瑪拿西半支族的人，佇迦南地約旦河地區灣群河的所在，起一座大閣顯目的祭壇。以色列人聽見路邊人、迦得人以及瑪拿西半的支族的人佇迦南地對面岸約旦河邊以色列的邊界起一座祭壇，以色列全會眾就佇示羅聚集，要去甲因攻打。以色列人派祭司以利亞撒的囝腓尼哈去基列地路邊人、迦得人以及瑪拿西半支族的人遐，甲因做伙去的有10個支族的領袖，因嘛是以色列逐宗族、逐家族的時代。因到基列地見路邊人、迦得人甲瑪拿西半支族的人，對因講：上主的全會眾安尼講，恁是安怎背叛以色列的上帝？今仔日恁越頭無對上主，為着家己起一座壇背逆上主，犯遮爾大的罪。以前咱佇比尼犯罪瘟疫臨到上主的會眾，到今仔日還未潔淨，咱要看做也無要緊，是無？恁竟然越頭無對上主，恁今日背逆伊，明仔載伊會對以色列全會眾大受氣。恁若想講所得到的家業的地無清氣，通來上主的地，就是有上主會幕的所在，就會佇阮中間得到家業。總是毋通背逆上主，嘛毋通背叛伊，毋通佇上主咱的上帝的祭壇以外，閣為着家己來起彈。以前舍拉的客囝孫亞干，敢毋是佇迄個應該毀壞的秘犯罪嘛？上主的受氣就臨到佇以色列全會眾。因為伊犯罪，死的人毋是簡單伊一人，分配到佇約旦河東岸的3個半支族，竟然起着
这段违背上帝。对因来讲是信仰良心困去啊，醒袂起来。保罗写予罗马教会的批信，伫罗马书13章11节到14节提到着，安尼，恁知影即个时阵是恁应该困醒的时，因为现在比咱拄信的时更较接近拯救。暝是已经深，日是伫袂到。所以，咱着脱掉黑暗的行为，穿光明的装备。咱的行为端正，亲像伫日时的生活，毋通放纵酒醉，毋通放肆放荡，毋通三更怨妒，着像主耶稣基督装备家己，毋通只有徒无肉体的事来满足私欲。这是真正的啦吼！基督徒的信仰袂通干那家己顾家己的情欲，家己的想要爱，那安尼就真容易来伫这个自我中间困去，失去警醒的性命。诗篇34篇15节到22节。上主的目睭看顾义人，伊的耳孔听因的祈祷。上主对最歹的人辨面，对世间撤销因的命。上主听义人的求救，救因脱离一切的艰难。上主亲顾心灵破碎的人，拯救心痛悔的人。义人有真济苦难，毋过上主救因脱离，上主保全因拢总的骨头，一支拢无拍子。罪恶会害死歹人，怨恨义人的会受定罪。上主救赎伊的仆人，倚靠伊的人连一个拢未受定罪。感谢主伸出阮救恩。互阮运福，求主帮助阮警醒警戒，互阮会通脱离凶恶甲试探，无过伫遐拄面。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